曾蔭權07年上任至今5年嚟用公帑外訪54次，每次出訪唔係坐頭等就係商務客位。我哋計算過，佢5年嚟賺取航空公司嘅飛行里數超過34萬里，足夠換取11張來往香港同北京嘅經濟客位機票。即使一般飛行里數只能夠保留3年，如果佢09年至今未有兌換過飛行里數，就可以儲到20萬里。曾蔭權更加趕喺卸任前頻頻用公帑外訪，但係今年1月至今，佢嘅飛行里數足可以換取一張香港來回三藩市嘅經濟客位機票，而最近嘅南美外訪都可以換一張來往香港同北京嘅機票。咁究竟曾蔭權因為公幹而賺取嘅飛行里數實際有幾多呢？特首辦冇正面回應，只係表示特首因為公幹所申領嘅飛行里數係按公務員嘅安排處理。如果個別人員就公幹行程申領飛行里數獎賞，需要向有關部門呈報，以便日後用於公幹行程。但係特首辦並冇回應曾蔭權點樣處理用公帑所賺嘅飛行里數。立法會議員謝偉俊質疑曾蔭權係唔係唔受規管，希望立法會議員可以支持彈劾曾蔭權嘅動議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。